香港呢個彈丸之地，每個角落都蘊藏一段段努力嘅故事。地下鐵路、青馬大橋，香港嘅繁華源自一道又一道大大小小嘅創新基建工程。呢5位跨越5代嘅工程師，代表住傳承與創新。佢哋以專業打造香港堅實嘅基礎，帶領香港不斷向前。而香港穩健嘅未來，就要靠你哋每一位選民。我從事工程行業差不多80年，每一個規劃，每一單工程都係由心出發，用心建成，一切都要用心。投票都係一樣，用心看，用心選。我從事電力行業50幾年，當我做繼電保護工作，要處理不同嘅電力故障，每個決定都係要快速同埋重要，以免導致停電。同樣，你哋嘅每一票都係重要決定，每個決定都影響大局。你哋每一票都係力量 ，power。我從事土木及結構工程差不多40年，經歷過各種唔同嘅挑戰，並成功完成咗不少海內外大型工程。工程師就係問題解決師同埋未來塑造師，只要好好咁計劃同管理，堅持到底就能夠完成任務。做 project 要做好時間管理，投票都係，大家要謹記12月7日，預留好時間，全家一齊去投票，讓我哋攜手推動，邁向更好嘅未來。我半年之後就會投身喺呢個工程行業當中。我希望未來可以成為一個土木工程師，為香港達至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，令到城市發展同埋環境保育可以取得一個平衡，用我工程嘅知識好好保護呢個大自然。工程連結社會，成就夢想，投票就可以令到大家嘅願景逐步成真。今日嘅香港承載住過去數十年嘅努力，明日嘅香港有賴我哋共同參與同選擇。香港嘅建設需要大家攜手一起走出來，以行動同信任築建堅穩嘅香港。我規劃過不少大型基建，我做過全世界最大嘅電力配電自動化系統。我起過香港機場同埋北京首都機場。我負責過警察訓練設施工程。我想起多一個屬於香港嘅地標建築物。我哋最想見證嘅係你走入票站，從香港，從工程精神出發，用我哋手中嘅一票，築建更美好嘅香港。12月7日，用你一票，令香港捉得穩，行得遠。